里故事人上丽人行，杜甫。丽人行，作者杜甫。3月3日天气新，中安水边多丽人。台龙一晚宿车阵，肌理细日不足言。繡罗衣裳照顾亲，足金孔雀银麒麟。条上何所有？翠梨压压随并停。为何何所见？朱鸭咬夹温情深。酒中温木交红亲。庶民大国极有情，只得之风出水府。水晶之环形所凝，西都掩蔽九里下。乱刀愈切空分轮，风云飞客不动尘。牛犊落叶送不定，小果哀吟感归神。兵将十达实要紧，何来鞍马何存行？东显下马一金印，杨花雪落各别边。青鸟飞去行空间，折手可热西绝林。信木棍前形相亲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